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电业法第49条修正草案直接进入二读，环保团体甲学者批评政治无应该甲专业市咧拍，电钱若无起，就是好康着财团。刑事局警政监林明佐涉嫌甲精彩的机密留起，互破缴集团，检方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等等的罪嫌，申请羁押禁见。台北市一间诊所医师涉嫌开假药单，互人3档来赚超过2000万的侥幸钱，专案照医师法定罪扩大侦办，目前诊所已经暂停营业。好，先来关心的是立法院国民党团因为不满政府要起电钱，所以决定互电业法第49条的修正草案要直接进入二读的程序。这内容就是要求未来这电钱要起偌济，拢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这项提议也得到这个民众党团的支持。今仔日是以58票对51票进入二读的程序。民众党团也强调讲，因会推出家己修法的版本。也那民进党团因是批评拿背影，就是咧迫害宪政的体制。请所有的委员就坐在自己的位上。立法院初3真侪摆表决闹热吵吵，闹热继续攻防。院长韩国瑜高频维持秩序，针对政府4月要起电价，立法院进行通过电价无要起的案件，按过经济部依法议员爱照电价审议委员会决议的结果执行起价，行政也通过补助台电1000亿。在野党决定将电业法49条修正草案为经济委员会提出政府指导，民众党团表态支持。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58人，反对51人，赞成者多数。国民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那被伫表决大战联手，58票对51票胜出，立赢推出重复表决也无法度。那被指控电价审议委员会机制无公开、无透明，的修法要求未来电价起幅度拢爱送国会审议。人民面对的是断电、停电，还有电价的高涨；产业界面对的是电力供应的不稳定。今天国民党这个版本，我们赞成逕付2读，让他早一点进入这个实质的审查这个讨论。杨启凯指出，政府无重视国会决议，也提出民众党团版本对纳白联手修电业法。民进党团批评纳白是政治伫专业电源的专业主动。因为电业法是整个电业政策，把电业定价那个有审议委员会是相当专业的，那你抽入验证或者要把修改整个游戏规则，这冲击面很大，都大家慎重。另外，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初日取消调解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会搁开调解协商。国民党洪明凯呼吁行政部门提出对策的方法，一定要不时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好，即摆即个办事看起来就是拿白赢的立委是联手要甲起电钱的方案挡好条。国民党今日早起去讲要修法，要求审议委员会所决定的电钱，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才会当施行。即摆环保团体甲学者是批评讲，政治无应该甲专业市咧拍，认为讲这电钱若无起，就是好康着财团。维持电价审议独立性，支持合理调整电价。款团会早举行记者会，指出民间已经联署要求电价审议应该独立伫政治之外，反对在野党提出冻结起价，嘛认为电价审议的结果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是甲电业法修恶。它其实就是在图利财团，而且是大开这个改革的倒车。学者指出，这波起价甲国际能源介绍起有关系，国内电价应该
该反映成本，嘛引用国际能源总署数据指出，台湾2020年的电力补贴达到2400亿台票，这种补贴化石燃料的做法，甲国际趋势是颠倒饼，对于用电的大户上有利。用电最多的人，他就会享有越多补贴，要求这个电价动涨来讲话，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其实也是违反一个我们昨天在讲的一个 COP28 的一个决议。学者嘛指出，台湾一般主体的电价佮雅士费占家庭所得比例是1.2%，比韩国的2.8%佮日本的4.3%佮较低，偏低电价对节能科技佮能源服务业的发展无好，无法让消费者或者是厂商感受到真实的发电成本。那其实也不利于能源服务业、节能科技业的等等的发展。其实整体来说是阻碍台湾迈向净零转型。朱福人明认为，调整电价了后，要更加注重配套措施，补贴弱势家庭。同时，立法院应该把重点放好到全力协助节电，加速智慧电表的装设，一直来冻结起价，恐惊是全民拢输的做法。记者林前梅夏基文台北报道。好，这520就要到啊！在野党的智库是要求赖清德在就任了后，要去立法院做国情的报告，佮要求中央修正中国人观光的限制。行政院副院长戴文灿就表示讲，这总统去立法院做国情的咨文，这是按照现行的机制来进行。另外，针对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讲，无人想要战争，戴文灿是表示讲，这责任就伫咧中国，若真正爱和平，中国的军机就唔通愈飞愈挖进台湾。人民期待我们监督。华口和某一项报头上，国民党智库国情基金会向前总统赖清德发声，就任了后应该爱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佮要求爱重视两岸问题，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尤其赖总统要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一定要针对包括两岸种种的这些议题，每一项的明确的回答大家，不是只是办一个就职典礼。总统按照宪法的规定到立法院发表国情咨文，主动权在立法院，和平对话、对等互惠的方向来前进。要寻找双赢，就不要越飞越近。另外，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表态，两岸问题用和平方式解决基调无变，无人想要修正。特别责任海基会董事长的戴文灿认为，相关两岸无信心责任在中国。南亚智库也要求中央重视诈骗的问题，尤其这几年诈骗金额件数一直是创新高。我们的打诈的刑度，相比起南韩以及其他的国家，相对的真的是非常的低。其他的国家很可能有无期徒刑。但是在台湾呢，我们是以10年为这个上限，为这个标准。打诈问题，我们需要法律的一个支撑，好像科技侦查法啦，像打诈专法啦，而不是一味的以政治立场以这样的北京的要求来把他们的要求贯彻在台湾的国安上面。针对两岸观光经济下智库呼吁中央修正限速陆客政策，放令人数释出善意。不过，立委沈碧荣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将会接触到国安机密的人员，包含民意代表来做关注。去中国爱心报被看作是不军机条款，其他在立法院议会处理的时阵，互拿被封杀。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地因为金华城甲北树科案的争议，互人哋做是被告。郭文地是讲，这应该要办的就是台底公案，因为哪里的电影拢有插手。因为台北市资讯局是讲，这在台底公案的资料无遐尼胶全，所以怀疑是郭文地甲摕去。郭文地电个呛讲，家己任内这大部分拢是用电子公文，若要找一定找有。我就想起了这个海涛法师跟我讲的，你的业障重。金华城北树科证据，北检将前台北市长郭文铁的贪腐作为被告，分他一案进行调查。郭文铁表示，真正爱办的是台底公案，而且看下哪里。这个是典型的围魏救赵了，因为台之光大家都办不下去，蓝绿都有，这个办下去会死人的。他就开始拿这个金华城的北市科出来。怎么讲破混战术？台之光这个案子因为检调都已经启动调查，我们就全力配合，也应该要留给检调他们有一个充分办案的空间，尽快的将真相向外界做清楚的说明。
对台北市资讯局讲，台地公案有关资料无真的齐全，比这期是互瓜情市府提早关天也回击，因来大部分是电子公文，无理由找无，除非是海客将资料抹掉。三大汉一直争议，机关也质疑不属可案，原代人休假，市府讲法是斗袂下，包含会议时间点内容拢矛盾，市府甲想要投资人的14场会谈也无会议记录。后来我们去调阅了当时14个潜在投资人的访谈记录，竟然回复没有录影的档案，宛如一场密会，也只能让柯文哲只手遮天的概念。16、17、18是值200-300亿，而你的17、18，你40亿就标到，帮星光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拆标。就 T16、17、18本来是1块，变成 T16 1块，17、18 1块。关提也解释，北市区主要有3块地，当初因为合作会斗阵发包超过80亿，这厂商无法度负担，经过2摆流标甲厂商访谈了后，才决定分开标。另外，访谈部分是定型业者建议，所以未有录音录影，敢若有综合会议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刑事局警政监林明哲，伫咧做台中市刑大大队长期间，涉嫌甲这个侦查机密留去互跋筊集团。昨台中地检署是去敲出伊的办公室甲徛家，检方今仔日早起伫咧讯问了后，是照组织犯罪防制条例，也佮有洗钱等等的罪嫌，甲申请羁押禁见。掠到跋筊集团伫咧破案记者会说明案情的前台中市刑大大队长林明哲，伫咧年初才打上做刑事局警政监。不过台中地检署去年咧查一件跋筊案件，所发现警方有人甲调查机密流泄出去，这个人哪像就是林明哲。初二指挥廉政署中部调查组就去敲林明哲办公的所在甲徛家，通知伊个案说明，搁约谈台中市刑大2名警官协助理清案情。林明哲是警察大学行政警察学系60级，捌伫刑事局、台北市、台中市警局等单位担任重要的职务。伫咧台中市刑大期间，搁捌侦破25把控跋筊集团等指标性的案件。刑事局表示，林明哲调任了后，无参加刑事案件的侦办，会全力配合调查。若是有违法，绝对会送办。台中市警局是强调，市刑大姓陈的副大队长甲姓施的科警队长，毋是像外口讲的安尼，互人带转去问话，伊是以证人的身份，甲机构廉政署协助调查。台中地检署初3讯后，认为林明哲涉嫌犯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刑法、洗钱防制法、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灭证、伪造、串通共犯或者是证人的嫌疑，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台中报道。过来诈骗是爸爸款，不过是都有这艺人遗体的囝婿 Gary， 因为替诈骗集团收钱，到尾是羁押禁见。即马阁有一个女性的军人，互警方查到伊有涉嫌替诈骗集团收钱，目前是交保候传。国防部就回应讲，这是军人伫咧休困时发生的案件，若准是事实，就会甲态度。穿乌衫的查某人伫顶仔骹行来行去，接外送员赶紧将包裹提起来，下一秒卖坏警力出动，当场斩掉。面交包裹内底装10万块现金，拢是骗来钱。35岁姓谢的查某人，便请网络交朋友替朋友提货，毋过警方调查，伊互诈骗集团吸收，担任收水手，阁发现伊身份是一个现役的军人。经周姓犯嫌配合协助，于29日晚间7时许，前往台北市南京东路，向吴姓被害人收取装有现金10万元之包裹后，警方再循线查获前来收包裹之谢姓女收水手。第一个是配合司法调查，那第二个我们也内部成立专小组，也进行在法纪调查中，若属实就是记过惩处以及办理那个派除作业。这女军人伫驻通电军服役真侪年，负责军事网络安全任务，即马压出弊端。国防部回应，这是涉案上司休困的行为，疑似诈欺这罪嫌，配合司法调查。诈骗是800款，也拢掠毙了。警方阁查到另外一件诈骗的案件，逮捕真侪个嫌犯告函。来上车。
双手扣掉呢，伊是家人2天的竞赛，外号 Gary 的单件，身躯被超出大量现金，拢是假投资的钱，疑似正做诈团的受罪手。涉犯3年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羁押原因，负有羁押之必要。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在他妈妈的建筑公司上班，不止惊讶而已，很可耻。我最气的这种诈欺的行为啊，还做车手的头，不要脸，真是。竞赛比咧，2天感觉生气佮见效，经过法院审理了后，因为 Gary 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别证的理由，最后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中山区一间诊所的医师是涉嫌开假的爱困药的药单，予人3档来是赚超过2000万的侥幸钱。台北市卫生局甚至发现讲，这间诊所逐个月拢有开几啊百张的药单，即马检方已经咧敲找资料，专案是照医师法，也有毒品防治条例等罪来扩大侦办。也若目前这个诊所已经暂停营业。这间伫台北市中山区2楼的诊所所在也稳备无啥好势，诊所即马已经暂停营业，因为台北地检署查出，这间诊所涉嫌开不实的史蒂诺斯自费的药单卖给病人。陈姓被告等人于108年起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医师法、刑法业务登载不实等罪嫌，经指挥保护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台北市中山分局执行搜索6处，讯问被告5人。检调查出，这间诊所自2019年开始到2021年，透过人头病人，一个月至少开几落百张史蒂诺斯的自费药单。诊所姓陈的医生，搁再把这款药单卖给民众，民众摕药单去药房摕药啊。姓陈的医生用这种手法，不法获利已经超过2000万。检调也查出，姓陈的医生伊的后生无医生的执照，所以用因老爸的名开药单给病人，被列做共犯。药房信销的负责人是被查出，长期甲姓陈的医生合作，负责摕药给病人，拢被检调传唤。也毋过，到底这种史蒂诺斯是什么药啊？实名告发徐熙元、徐熙娣滥用史蒂诺斯。艺人大 S 伫最近也回的前案汪小菲举报讲，伊长期滥用史蒂诺斯。药师讲，史蒂诺斯会让互人较好困，即马已经列做4级的管制药品。自生产到开药啊，每一粒的流向拢要经过稽查，正摆大量的取得。药厂做多少量，然后到诊所或医疗机构，或者是社区药局，我们进到这些药有多少量，全部都是要逐科登载的，否则我如果没有登载的话，错误一次就是会罚6万。药师讲，史蒂诺斯的副作用是会忘忧，或者是记忆袂连续，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食条的情形，就要经过医生的诊断才能开这种药啊。记者综合报道。高铁的婚林路段一直拢有地站陷落的问题，其中第78线甲高铁交汇所在，这地站已经达到1公尺外，是全国上界严重的。也毋过，云林县政府所表示讲，这沿路有12万外口的水井，目前敢若会当管制，袂当禁止人来抽水，所以要着等中央出面来解决。旧年高铁沿线包括中华云林、隔江八大继续落落量对2.6公分到5.4公分。云林县土库第78线甲高铁交界所在，累计落落量达到114.2公分，是全国落落上严重的所在。这个路段经由高铁公司施作桥梁预防性的改善措施，以及公路局移除了台78号的高路体荷载，改以钢桥形式取代之后。经过我们的长期追踪，呈现量已经趋于稳定。云林县府水利署表示，虽然相关单位有咧防止地站落落，不过云林高铁沿线合法水井有12万6千口，政府只会当管制抽水，袂当禁止，辅导农民改正版面，佮拄到困境。水田呐，它原则上来讲，它几乎100%的是都可以机械耕作。所以它在人力上是最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要转旱作的时候，因为各种的旱作，它目前来讲，它机械耕作比例都跟那个水田比起来都有很大的落差。
水利处表示，若要辅导高铁沿线农民改种，除了有人无够的问题，阁有产销无平衡的情况。因为农民若要种田卖用水，干来当用契约的方式去种，无保价机制，加减会降低农民改种的意愿。这款问题阁要等中央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平的渔光岛是最近正热门的这个观光地点，也毋过当地煞定定收无信号，所以地方是来申请要设基地台，结果这基地台地点煞离校园干那100公尺尔，是引发家长真大的反对。来到台南安平的渔光岛，一大片的树林，互人看了心情好。不过，一在国小渔光分校对面的树林当中，所有一座10层楼高的基地台，离学校干那100公尺左右，拄好就去对着学生咧上课的教室，家长是真反对。已经超过10层楼，10层楼左右高度的那个基地台在这个位置，而且它正对你如果在学校，你看到它对过去，刚好对到我们的那个教室了，是直线距离。我们海岸线这么长。你为什么就是要选择这样离我们学校这么近的位置？因为电磁波这个会不会对人体有影响，或是影响到哪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我们会有疑虑小孩的身体健康。家长是搁再强调，唔是要反对采基地台，唔过选的地点应该慎重。台南安平渔光岛这几年来变做观光景点，唔过因为信号歹，手机定定卡袂通，互居民观光是真无方便，佮影响救灾。在地讨论了后，才决定采基地台。无受到讲，即马佮互家长来反对。你像我隔壁发生火灾，你毋要靠偌久？你北地遐人钓你遐上，还佮走出来到外口打电话呢，都无方便啊！你生活都无方便啊！说真的，在海岸线这边根本没有讯号。如果我要通报的话，要到马路边才能通报。那第二点就是我们里面很多长期跟我反映说这个渔光岛的讯号真的很不方便，不单是民生用体改善了，而且生命财产也能兼顾到。有家长要求基地台已经刷走，不过嘛有家长讲，采伫咧校门头前和学校内底拢无差。国家通信团部贵阳会嘛按算测试开会协调，希望会当超出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先来看，美国大学校园挺巴勒斯坦的活动是愈谈愈激烈。最近这站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警方抓去，甚至阁有大学的教授因为被警方压制，骨头全锯去。总统拜登是出声强调讲，这暴力的行为是被受到保护的。全美国真侪所在有挺巴勒斯坦的示威，真侪人被逮捕。东方哥伦比亚大学警方甲铁链啊剪断，挡路的物件也拢搬开。波特兰州立大学学生占领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警方开始清场，布旁本所围篱全部拢再走。伫初二拜四 UCLA 活动的场面，全世界拢看到穿着防暴装备的警方，甲负责听命令离开的示威群众互相堵塞。警方下闪光弹。根据美联社初二上新的统计，伫最近这几礼拜，全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已经超过2000人被逮捕。Violent protest is not protected. Peaceful protest is. There's the right to protest, but not the right to cause chaos. 挺巴勒斯坦示威者要求大学停止甲以色列抑个支持加沙战争的公司做成立。示威活动自4月17日伫咧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生要求停火，尾啊扩大到其他校园，因大布旁、画口号、插旗啊，代志愈闹愈大，暴力冲突也扩大。UCLA 警方被指控反应慢炖。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幕僚长侯赛尼表示，社区需要感受的是警察的保护，不是互人伤害。伊让国营电视卡达半岛以色列的电视台拢直播这款示威。以色列讲这款示威是反犹太行动。有一位伊利诺州大学的教授，伫咧一场示威活动，去抗议者互警方逮捕的画面时阵，互警方压制伫咧涂骹，当高级排骨，手骨也断去。这嘛正拄好是毕业季节，真侪学校的校长正伫咧想办法沟通协议，避免毕业典礼办袂成，或者是出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联合国5月初2发布一份报告，讲加沙地区已经有超过70%厝体倒去，要重建上紧就要等到2040年，而且这重建的工作可能会拖到后一个世纪。另外，这份报告还佫讲，若准以下战争无要停，安尼加沙散车人的比例会对去年38%增加到超过60%。以色列对加沙7个月来轰炸，真侪空军力起的建筑物拢被炸甲倒去。巴勒斯坦当局上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大约8万栋厝损害。联合国找你上新的报告也讲，加沙有超过70%徛家被损害。有就以联合国官员形容讲，加沙怎么看起来袂输是月球的表面。72% of all housing in Gaza has been destroyed, and 9% of all other commercial and other buildings have been destroyed. This is unprecedented. And when we say, even we can say compared to, we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since 1945, since Second World War. 联合国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加沙有要甲8成6个学校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款被损害自若要重建较好，至少要等到2040年。这也是建材交付的速度有到顶一遍加沙危机5倍条件之下，若无恐惊就要等到后一个世纪。冲突也造成加沙经济规拢停落，人类发展指数倒退40年，等到顶世纪80年代。Staggering poverty rate has already increased from 38% to 60%, to more than 60% in the first 6 months of the fighting. 但是战争继续落去，贫穷率也会继续上升。当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拢会被拖到贫穷线以下。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韩国通过雷太医参局特别法会设调查委员会，要重新来调查这桩159个人死亡的事故。另外，伫国会释出有较侪在野阵营，也通过李川军海陆殉职案的调查法案，互执政党是真倒弹。南韩选后上互人注意的梨泰院参局特别法，初二以25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顺利伫国会表决通过。伫议场专庭看投票过程的159个罹难者家属代表，伫国会大楼前呼吁尹锡悦政府彻底查清楚真相，并且对爱负责任的人追究责任。윤석열정부는진상조사를위한자료제출및출석 등의 요구에 성실히 응하고 어떤 것도 감추거나 축소하려 해서는 안 될 것입니다. 이를 통해 2022년 10월 29일 이 참사가 발생하게 된 근본적인 원인과 책임을 규명하고 159명 희생자의 명예회복과 재발방지 대책 마련이 이루어져야 할 것입니다. 韩国经过朝野两大党协商修改了后，这个上新版的法案内容甲1月共同民主党家己处理的法案比起来，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人数为11个人缩减到9个人，成员由国会议长为反对党提名的名单内拣出来，罹难者家属无在内。其中上界大的修改是删减调查委员会查阅相关机密文件，也加请求检方发布搜查票的权利条款。除了梨泰院踩踏惨案以外，国会迄天下晡议庭嘛针对去年7月庆尚北道李川郡大淹水参加救援行动的海军陆战下士蔡秀琴去大水冲走淹死的事件，通过调查法案。表决进行的时阵，尹锡悦的国民力量议员敢若一个人留伫座位，其他人全部退席阻挡，掌握国会多数释出的在野阵营，以168票赞成表决过关。这原来互尹锡悦政府强烈不满，讲这是在野党利用阿兵哥死亡的时阵趁政治利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际奥会公布今年难民代表队的名单，有来自11国36个运动员，因会参加12项运动比赛，算是历史上上大规模的难民队。也那举办开幕的塞纳河，即马已经整治好势，会当当作是比赛的场地。巴黎市中心还阁起一座蓄水池，会当新20座收水池的雨量，来减少8月份落雨对塞纳河的污染。国际奥会主席把好一个点名今年巴黎奥运难民代表队的成员名单，真侪选手听到家己让参加奥运拢真欢喜。
这款运动员是来自全世界，包括叙利亚、苏丹、伊朗加阿富汗等11个国家，总共36人，将会参加巴黎奥运12项运动比赛，是史上规模上大的难民队。There are these elite athletes represent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refugees and migrant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make them very proud. 国际奥会伫咧2016年里约奥运第一遍做一支10位运动员的难民代表队参加比赛，目的是要让大家注意难民的议题。难民队是由国际奥会为了要帮助因为内乱、战争、歧视一个无法度抵抗的原因离开家己的国家的运动员，会当参加奥运所组成的队伍。巴黎奥运将会伫咧今年7月26开幕，塞纳河将会第一遍办开幕典礼加铁人3项马拉松游泳等比赛。法国总共开14亿欧元，美加代表500亿整治塞纳河，也伫咧市中心的奥斯特里兹车站地下起一座大型的跳水池，要收集那是落强降雨的时阵落来河水。Donc cet ouvrage garantit que des épisodes d'orage très très forts peuvent quand même permettre, puisque là c'est l'équivalent de 20 piscines olympiques. Avec ces avancées, avec ce travail collectif, au rendez-vous, au triple rendez-vous. D'abord de procurer à nos athlètes, aux athlètes du monde entier, un exceptionnel écrin sur la scène pour la tenue des épreuves. 2023年8月，巴黎就因为拄到正罕见的大雨加排水系统的闸门出问题，造成粪扫加无经过处理的废水。对河岸边满出排水管，也有下水道，规个拢流入去塞纳河。伫迄当阵，河水内面验出2种来自粪便的细菌，水质无达到欧洲的标准。若是造成迄当阵的奥运测试赛大部分拢取消，也互各界质疑，到时敢会当互铁人3项加马拉松游泳选手伫咧遮比赛。这座30公尺深的大型跳水池，初日正式启用。若是到时落大雨，河水抑个无经过处理的污水，会先流来遮，处理过了才排河内面。巴黎市长也讲，伫咧奥运进前，有可能会甲总统马克宏最近伫塞纳河内面游泳。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继续转来看，国内行政院是宣布403花莲地动复原重建方案，除了有中央的经费以外，也有民间甲卫福部赈灾基金会的善款，拢总是289亿外。这赈灾基金会表示讲，善款的使用方式上界要紧的，就是生活补助会来做提升。另外，赈灾基金会募款今仔日是上尾工，下暗伫饭店进前，还阁会使关。4月初3，花莲大地震灾情严重，灾后重建需要资源。行政院会初二提出4月初3赈灾复原重建方案，总经费285.5亿，会以中央的经费加上民间赈灾基金会募集的善款，加起来的钱来执行重建的工作。0403地震专案小组相关的部会全部都在小组里面，那么包括我们中央公共设施的灾后复原重建。补助地方公共设施的灾后复原跟重建，更重要的就是灾民的还有企业的这些的补贴、振兴、减免的相关措施，还有围绕重建辅导团以及花莲重建的办公室也会来成立，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全部整合起来，我们可以加速的来推动。卫福部下骹的赈灾基金会表示，因目前的善款使用方式会以目前上紧急的需求为优先，亲像因为地震有人死亡、重伤的家庭，阁有建筑危险，互人搭红单、黄单的住户，会帮助这块对象渡过难关。那未来地方政府边个有需要，会延长协助的时间。这个原则底下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生活补助，死亡的这个赈助慰问金，我们从40万提升到60万。死亡假如是这个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的话，他死亡或重伤，家庭马上就陷入困境。如果是有抚养亲属的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一户最多5口，我们会给他1个月每人2.5万，然后可以一次给半年。然后这些家庭半年之后还是有状况的话，我们会个案评估，那可以再延长半年。
经济基金会表示，5月初3是募款的上尾一天，到5月初3早时8点为止，来自国内外的善款已经有16亿左右，国外善款以日本1.4亿上济。初3饭店进前，民众通透过银行柜台、ATM、超商继续捐款。记者郭林有开新闻报道。台湾第一年初的时阵，有甲印度来签劳工合作备忘录，引入印度的移工。劳动部第2届咨询会议已经有共识，会针对制造业先来试办。也若同款欠工的餐饮业，劳动部是表示讲，因为餐饮业是台湾上主要的就业市场，所以慢且引入移工，先观察再去做决定。登出巡逻时翕的相片，互业者确定状况。原本机器人唔但会当伫旅馆或者是病院做接待工作，佮会当巡逻，甲乌白走入来的人赶走，互人就会当用伫更较精准的服务顶悬，降低人类的一个劳务量。举例说，像比如说目前一个人一天工作下来可能需要走5公里，那 maybe 他可能只剩下走1公里。AI 甲劳动部长柯明春活动推荐引导，台湾未少科技业者投入研发 AI 人工智慧，希望各产业应征。高雄餐饮大学初3透早邀请相关学界举办出席论坛，讨论餐饮业智慧化甲欠卡手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还是希望有人的服务，我们只是希望跟人低度接触的这个服务界面，可以透过机器人来做协助。那我们希望最终提供服务的还是人。机器人伫餐厅内底送餐，负责中好性较悬的工课，和其他员工会当提升服务品质。不过，若餐饮业、制造业欠工愈严重，台湾今年2月甲印度签劳工合作备忘录，要引进移工。头一个会当先试办的，就是制造业。移工开始，目前还是所谓的补充性原则，我们还是以国人的就业为优先嘛，哈，就是说，国人真的找不到的啊，所谓的3K 产业，那你给他合理薪资还是找不到人，我们这个才会开放。根据国发会研究，台湾到2030年劳动人口会减少大约100万人。移工虽然可能会当解决欠工，嘛互人烦恼会冲击个人的就业市场。柯明春强调，像餐饮等服务业，因为是个人主要的就业市场，要达成更较大的强势竞争，要考虑引进移工。记者综合报道。要避免囡仔互年幼苦毒，上界关键的角色就是社会局的访视员。高雄市有议员就表示讲，一个访视员平均就要辅导管理64位年幼，认为这个负担实在是上过大，所以地区访视的效果无介偌好，建议提悬薪水，增加卡手。囡仔送托育中心由老师照顾，互家长安心上班，嘛有袂少囡仔是送互年幼照顾。不过顶个月高雄才发生一件5个月查甫囡仔用互细王的年幼苦毒送病院治疗。经过调查发现，访视员1个月进前才拄来过，却无发现问题。社会局也承认访视有疏忽，因为访视员是无定期到年幼厝内，若发现问题就会要求两面改善。1个月了后会去复查。那结果是什么？他们访视是没有异状吗？对，当下没有异状。那我们可能是要加强一下这些访视员，可能要加强训练啦。如果是小朋友可能身上有发现一些不明的伤势的部分的话，那我们也会跟保姆确认孩子这边的照顾情形，还有家长回家的照顾情形。有议员统计，这3年高雄发生31件苦毒囡仔案件，议员也积极。目前高雄市有43名的访视员，每一个人平均要管理64位的年幼，加上1位年幼会当照顾4位囡仔，访视员数量真无够，造成因的工课负担，地属无法度注意年幼照顾囡仔的状况。快64个家庭甲年幼实在是伤过济啊，所以我嘛是感觉讲，咱这访视员应该是爱互伊对个案比1比64，可能爱下修到1比50，安尼较合理啦。还是讲1比30嘛是会使。社会局表示讲，高雄市合计年幼有2500外位，目前是1位访视员对58位年幼是符合中央规范。未来社会局会由市府委办单位甲访视员3方做伙访视，会加强职业训练甲辅导访视员。记者钟义辉、顾朝阳高雄报道。
台东县地上的大坡地是国家级的蓝马地，也毋过在当地煞有外来种的鱼仔，甲互人放生的巴西龟，甚至阁有毒草来探生，严重影响到本土的生态。即马台东县的乡公所是加强处理甲巡逻，也呼吁大家毋通乌白放生。地上乡大坡地是出名的观光景点之一，嘛是国家级重要湿地。毋过地内外来种本属鱼甲泰国鱼虎，为2016年移除到即马也是掠袂完。即马有民众发现地边出现外来种大型巴西龟，好亲像要生卵。在地保育团体去调查，初步无发现龟卵，无排除是有人放生。毋过这种行为会造成湿地生态的改变。有些时候放生，大家可能觉得是做好事，但是如果说你物种辨识，把外种认成原生种去放，它可能就是生态浩劫。因为最近天气湿热，大坡地边也发现真侪国际毒草引家菊大量生产。保育团体讲，大坡地煞变做外来种的天堂。公所表示，县政府已经补助15万移除经费，不过其他外来种移除也需要招更加侪巡逻移除人力。公所嘛呼吁民众，若是想要放生，上好先互专家甲学者来鉴定。是否我们可以先提出向公所一个申请，我们也请专家学者来辨别它是否是外来跟原生。如果原生，我们就同意来做野放。县政府表示，伫湿地乌白放生动物会当罚6万至30万的罚款。不过因为处理困难，开发的案件无偌济，未来会甲公所讨论防治措施，也呼吁游客甲当地民众唔通伫大坡地湿地放生任何生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对东南亚来的鱼虎，这几档是严重扰乱着本土鱼的生态。最近伫高雄莲池潭是有民众钓到一尾80公分长的鱼虎，观光局是讲未来会加强巡逻甲管理，来避免生态危机。一群人徛伫莲池潭边啊，有人举鱼钓啊，有人摕网啊，要甲即尾鱼钓起来。所发现即尾是外来种的鱼虎，经过称量，鱼虎有83公分遐长，6公斤重。钓客林先生表示讲，鱼虎上大会当生到150公分，迄阵是甲鱼仔小拼10几分钟，因为大家斗3工才顺利钓起来。其他钓客讲，莲池潭有真侪外来鱼种。含伊伫遐咧拉扯这个过程，然后持续10几分钟，尾手伊就渐渐鱼就渐渐无力啦嘛吼。我都慢慢甲收转来。外来种的足济啊，足济780公分，迄足大只的啊。林先是伫顶个月底伫莲池潭参加社团钓鱼的比赛，钓到遮大尾鱼虎是引起讨论。专家表示讲，因为鱼虎是食肉鱼仔，加上食高生炭，会食原生种的鱼仔甲虾仔，对本土生态危害足大。2017年莲池潭就捌出现鱼虎，即摆又搁出现，会烦恼讲敢会造成生态危机。具体到位，这个鱼虎伊嘛去甲会搁去甲保护。对于别种鱼仔要甲伊竞争都困难，咱台湾的鱼仔来讲，属于掠食性的鱼种。每年7月，它会进入到繁殖的高峰期，对于台湾本土水域生物，它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农业局表示讲，经过鉴定，这尾确实是鱼虎，因为伊对台湾本土生物的冲击是愈来愈严重。未来观光局也会加强巡检，希望莫影响到环境的生态。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蛤蜊是一种真有经济效益的鱼，也毋过大家一直拢咧掠，煞颠倒是影响到生态。即马宜兰苏澳的渔会甲海洋保育团体伫南方澳放即个万外尾的蛤蜊，预计今年会伫全台湾各地放50万尾，希望讲会当赶紧看到好用的效果。5公分长的蛤蜊放流入去大海，苏澳区渔会甲海洋保育与渔业永续基金会切杀伫南方澳豆腐甲放16500尾蛤蜊。因为这个鱼不错，然后再加上长期我们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了哈，我想这很多同学应该就知道有很多的渔业的资源就数量就变少了。真条俗称蛤蜊，属有高经济价值的鱼种，不过最近面临掠伤济，野外数量渐渐减少，国家养殖技术条件真悬，市面上已经愈来愈罕见。野生蛤蜊1公斤破价差不多400至500。
有2种的方式，一种是有养殖跟一个野生的，野生当然是大概在400-500块左右的。学生架一桶一桶的加拉鱼放流入去大海，不过放流行为不是一年四季拢会使，爱伫正确的时间地点，也甲用适当的方式放适当的物种，像加拉鱼是适合伫春季放的鱼种。觉得任何鱼种应该都需要多加繁殖，不然以后有可能会绝种。海洋保育甲渔业永续基金会一定今年要伫全台湾放50万尾蛤蜊，希望达到复育的效果。海洋资源有限，生态系统也真脆弱，一旦破坏，要复原无简单，需要各界拍拼保育甲珍惜。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厂就是目前台湾规模上大的二战时期的军事工业遗址。2019年的时阵，登陆做历史建筑，开始分3期来进行修复。即马最后一期修复工程，这个月初2开工，按算在2027年的时阵就会重新开放。有80年历史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战后有袂少眷村子孙住伫遮，内面有超过1架子的眷村文化参故事，因为有历史价值，是有伫2019年登录做历史建筑了后，开始对建筑主体进行修复工程。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陆续把一些隐蔽处揭露出来，所以在前置作业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个清理跟调查研究，然后揭露过去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构造或状态，然后去辨识或者是确认它的一个保存层级。针对1公顷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经过结构补强以及景观修复，第3期是针对厂房以及环境做最后的整理，准备在2027年重新对外开放。主要就是希望把整个全区的这样的上方能够完成相关的修复，能够未来让民众都能够走进这个有特色的一个历史空间。因为当年4月到9月，有商务业报会来到厂房大圆洞内底探检，市府表示这段时间嘛尽量减少工程，才会整修到这么久。相关的工程的进行的同时，我们也会兼具生态的保育。在我们当地的这个蝙蝠的栖息的这个周期，4到9月，我们也会降低干扰工程的一个密度，来保护相关的一个生态活动。新北市文化局表示，未来园区完工了会重新开放，民众会当来遮体验二战遗址以及眷村文化，把期待这个所在变做一个新的文化主乐。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在1923年所起的嘉义市东门派出所，是嘉义市唯一一间对日本时代保留到今的警察单位。即马经过适当的修复，找到满清、日本时代也有民国3个时期的文物，即马也已经正做是艺文空间。日本时代派出所甲警察宿舍，即马正做是展览的所在。即马派出所会当活发，附近的店家甲较早捌住过这个宿舍的民众，拢真欢喜。停车啦，有的涂骹摆搭安尼啦，伊即马是会使啊，咱遮会较闹热啦，吼，人来遮佚佗会较闹热啦。我爸爸是这边的警察啦，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庭院玩，所以就是邻居就是串门子啊，上上下下，所以充满了儿童的回忆这样子。修复团队表示，这间派出所用地25多栋，修复的过程当中，佫发现清朝老路的建筑物结构，可能就是诸路国北境万山导引的所在，所以举办第一场展览的节点单位，就是派出所办公厅的所在，用艺术的方式呈现迄当阵的风景。绝对3栋啦，后来是迄个我的遗构，所以我中间也等了他1年多啊。当初我们进来的时候，因为已经闲置了20几年，所以白蚁虫害的也严重，而且这个当初没有人标示，因为在市场。因为东门派出所的东边看出去，其实就会让天气好的时候，就会使看到玉山。因为这的以前是一面湖，爱伫君山竖起的日光甲照落来的时阵，其实君山就会映伫这面湖管顶，所以才叫做满山倒映。除了重现诸路国北境以外，内底佫有展出日本时代嘉义地区古典诗人林悟云的作品。文化局表示，将来才会规划做文化基地，委托民间来经营。希望让这间记录嘉义历史的派出所，正做推广艺文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教育部长期以来拢甲台语叫做闽南语，在网络顶也定咧讨论台语族群的主体性。民进党的这个立委陈培如甲张雅霖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嘛有要求教育部爱甲闽南语改叫做台湾台语。教育部是表示讲，会伫1个月内讨论出结果。无论是教育部的面册文章、线顶字典，还是全国语文竞赛等等，只要甲台语有关，教育部拢是用闽南语来称呼。毋若引起民间团体的不满，台师大学者嘛有写电证书，呼吁教育部改做台湾台语。毋过教育部的回应是讲，无社会共识含抗讲暂时无法度顶当做理由，毋改。关注台语议题，民进党立委张雅霖，特别是立法院质询的时，就针对118抗讲问教育部敢会愿意往台湾台语的方向调整。那我们这个6月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如果有结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118课纲里面去用台湾台语这个字呢？这还是要看到时候的结论了。对，我说如果到时候的结论是这样，对，就是要看那个结论，还是要看那个结论。立委张雅霖表示，文化部打算伫今年6月至10月中间要展开国家语言发展论坛会议，会针对台语的名称来讨论。教育部答应讲会把这个会议的结论放入去118课纲来讨论。另外，毋是课纲业务范围的部分，亲像语言检定、语文竞赛这些，立委陈培如嘛要求教育部赶紧改做尊重语族主体性的台湾台语。语言检定、语文竞赛、文学奖词典名称，把闽南语改成台湾台语这件事情，这边可以积极进行相关报告研究吗？是不是我们把1个月内把这个相关的报告就给委员？好，那我希望这个报告里面呈现的不要再只是做相关研究的启动，因为它确实可以做积极的调整。教育部政务处长刘明基答应讲，会伫1个月内甲课纲以外业务整理出来研究，讲要安怎改。立委表示，教育部的回应看起来也真保守。虽然5日空要上任的新教育部长，敢会积极回应台语族群9年来的5望正名做台湾台语，大家拢咧金上。记者卢尚珠、曾春游台北报道。ChatGPT 是正时行，中国要推出类似的软体，也引起华语话语权的讨论。咱国科会是苏人吴思丁，也伫去年开始来发展繁体中文，佮兼台湾特色的 AI 软体，叫做 Tide。今仔日是发表研究成果，也来展现多元应用的成果。我很喜欢喝咖啡，你有建议的吗？讲一句中文，透过用民交代研发的大客机，Tide大语言模型，电脑马上用客语做出回应。这模型佫将公共集团的台语台甲客语台节目当中用到的台语、客语拢收入内底，加上国语，内底资料库是真丰富。还有部分我们是先自己录，公视台语台把他们的节目全部抓出来用。客家电视台好去把资料捞出来，好这样子才会有足够的台语特语资料可以用。这样子，科科会结合三学研的力量，发展繁体中文的生成式 AI 对话引进 TED， 进行多方结合使用。金融银行就将 TED 用在企业内部沟通部门甲外部客户来运用。客服人员都很迅速可以取得最新的一些知识，那可以大量节省他的时间。那我们已经也把这些东西导在一些政府的应用里面去。因为 ChatGPT 红被全球，中国百度去年推出同款的模组文心一言，引起抢占华语文话语权的讨论。国科会就赶紧发展出这兼具台湾特色的台版 ChatGPT 模型 TED， 各广泛来运用。的引擎出来，应该4月15号释出哈。那我们很多这个国内的，不管是大学或者是业界，大家就把它用进去。有台的话，其实政府已经讲了，没有台的话，台湾就没有一个自己的 value。如果没有台的话，下面百工百业不知道怎么办了。包含提出电力式平衡理论，对电脑科学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中研院院士邝尚中也参加这场成果发表会，强调台湾免发现这个各国 AI 竞争的世界，鼓励产业甲学界继续研究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伫日本东京的澀谷也有17座由有名的建筑师所设计的公共便所，毋但是互德国的导演摕来当作是电影的背景，也发展出有特色的观光行程。Hi, toilet. Close the door. 一天日本国内外游客组成的观光团体，伫澀谷区7条通公园这个白色半圆球形的建筑物头前，办理等亲身体验这间公共便所物标。除了外形硬物以外，上大亮点都是用声控系统、开关门、冲水全部连接上。
非营利组织日本基金会甲东京涩谷区合作，2020酷年邀请17位国内外有名建筑师为公共便所设计，亲像高岛上土公园这个用森林小路做设计出发点的公共便所，就是东京奥运的主场馆设计师为衍后的作品。伊按照使用者需求，规划无障碍囡仔专用换衫顶5间独立的厝。用大小角度无同的杉木板包起来，甲四周围绿色森林受好评。暗い、汚い、臭い、怖いっていう 4K があるよね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スタートしていて、これを払拭しようというふうに始まったので、さっき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こうザ・トイレっていう感じ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れが逆にこう入りやすかったり綺麗で明るくって子どもたちもスッと入れるようなトイレにな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このトイレの特徴だと思うので、なんかそこは一つ注目の場所かなと思います。甲旅游公真欢喜伫大大埔新店小公园有名电风疫情玻璃公共便所头前，翕相留念的法国游客会参加这个公共便所导览团，是和德国大导演文芬德斯2013年电影作品为完美日常吸引来。In the U.S. or in France, where I originally come from, you just don't go, and here in Tokyo, you're really happy to go because they're extremely clean, they're very safe. And each one is so different. It feels like you almost, it's a new discovery each time. 涩谷区3月开始推出这个公共便所导览团，费用4950块一票，2点钟内参观9个公共便所，让人体验日本便所文化的特别。这唔那欠大导演文芬德斯来出境，就连美国喜剧漫画南方四正气，拢捌特别对日本马桶的神奇功能拢真学到。DJ 卡利伫 IG 上传影片，学到人一歌手德瑞克所送的写日本本地马桶，也佫正做美国媒体转载趣味新闻。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下晡晡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4度到27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28度。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小琉球海坪破坏严重，屏东县政府4月份开始派驻人员